我们来看这一章，一日修来一日功。今天如果你有布施，你有带着笑容，你好好的精进念佛，好好的修行。修行是改变你自己嘛，你的行为不要暴怒哦，行为不要极端哦。我们做人要实在哦，遵守做人应该有的道德哦。你就是这么修，一日如果这样修，来的时候就一日功，一天就一天的功德，你按部就班的，每一天你的功德就一直累积往上暴增了。一日如果不修，就一日空。你不按照做人的基本道德，也不念佛，每天都是懈怠，让自己懒惰，你没有勤奋，事情怎么能够办好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那你对人又不和睦，经常愤怒，经常带着懊恼、生气的表情送给别人，别人怎么能接受呢？各位，你想想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修。什么叫做不修？你就是不愿意这样做。本来我们人与人之间第一个见面就要和蔼可亲，对不对？要常带着笑容，要不要？说好话，要做好事，要不要？这个是我们做人的基本修养啊。那你不修嘛，你一天就是空荡荡的，福报也不会增加，智慧也不会增长，你什么都没有，都一日就空了。真正修行在日常啊，你的修行在哪里去做？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人与人之间的讲话，你的言谈举止之中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真正的修行地方啊，不是叫你一定要到深山偏僻的地方啊，无人居住的地点啊，不是。你就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内心柔软善良的，替对方着想？你有在日常生活中跟人家交往，自然你的功德力就增加，你的智慧也慢慢增长，你的善言也慢慢的扩增广大起来。佛道本在生活中，你要成佛吗？你要不要成就道业？要啊！你当然一定要怎么做？在生活当中啊，不是远离了这个社会，不是远离了生活圈子，我一定要去哪里这样。不是，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佛法，所以世间法跟佛法是不能够脱离的。我们做人呢，有礼貌、有修养，讲话很客气，时时带着慈悲的心跟人家交往。这个人啊，人人都喜爱你，就像佛陀一样，走到哪里大家都好恭敬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如果能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做好，你就是已经在修行了。我们在跟人交往当中，不气不恨不恼啊，我们不贪不争不取，我们的内心很平静，非常的自在，这才叫做修行。不受环境的影响，这个叫真功夫啊！你没有经过考验，你怎么有功夫呢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所以这位一定要注意哈！阿弥陀佛。